讲到上奇妙的祝福，恳请陈牧师。刘兄弟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吼！今日天气真好，但是等者真热。咱今日要探讨一个题目，就是上帝上界奇妙的祝福。讲到上帝祝福吼，我相信毋免讲偌济，咱逐个人拢有领受到，敢毋是安尼？伫即几日，我一直咧想，伫咱的中间，我若讲出一个祝福，迄个祝福必须要有我今仔日的主题。新的伫改变得到的祝福，新改变甲祝福，我要讲的一定要有这三项。但是我一直想，我要安怎讲？当我伫3楼的我的册房伫遐咧写的时阵，我暂时休困，我窗门看出来，我看到咱的教会，忽然间我心中有足大的感动吼！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，上帝祝福遐尼大，伊改变咱，特别伊改变咱的教会的硬体，伊改变咱教会设备，互咱新搁新。互咱伫伊的祝福内面，一直往头前行。每一间的教会，拢爱是向前的教会。教会袂使停落，教会若是停落，就是退步。咱来看，刘兄弟，我真爱甲咱讲过去甲现在，因为我是活伫过去甲现在。恁有的人可能活伫现在，有的人甲我共款，做伙为过去活到即嘛。但是因无爱看过去的物件吼，拢讲牧师可能骄傲，你讲因伫遮足敖的，但兄弟绝对毋是吼。我要甲恁讲吼，恁的牧师是上界含慢的，上界无路用的。我是讲陈牧师啦，上界软正的。我拄仔来的时阵，我去电信局吼。因为咱教会堆积一寡问题，我去改的时阵，迄个人甲我骂到我徛咧哭，我搁为电信局哭转来，然后哭，我面洗洗，我铁尾起来，我搁去甲伊讲，我讲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拄仔互人派来遮，我必须爱甲你讲这个代志。我嘛捌伫邮局，互人讲到挡袂牢。甲人相骂，因为伊讲咱教会是啥物款的教会，所以我毋是上帝标准的好宝宝，我是一个个性无偌好、真直性。我嘛捌人来咱教会，我甲赶出去。牧师，你起来歹，咱毋是爱人人好吗？毋是。一个人若要来咱教会迫害，我会叫伊离开。了兄弟姊妹，所以我所讲的上帝对咱的祝福，拢总是上帝疼咱，毋是我足含慢的。恁绝对毋通讲啊！陈牧师搁咧讲伊过去做过啥物，无啦，迄拢上帝做的啦。咱来看，伫咱的中间。有一个咱逐日咧看，逐日咧经验，迄个改变，迄个新的祝福，一直伫咱的中间来发生。这是阮拄仔来礼拜堂，我头要用一张吼，周恒伟、张世昌结婚典礼，伊咧表达呢。但是吼，我阿妹也伤快乐，所以我用一张。哦。阮伫遮第一个结婚是阿妹啊甲世昌，迄个时阵咱教会是安尼，但我嘛甲伊布置甲足水的吼。咱来看，安尼嘛真水。过来，
咱的教会，咱感觉安尼无够用，咱中级大家拍拼，咱家己哦，中级甲这两边弄开，然后咱请人来做咱的厝顶，咱的教会，这个装潢是一个伫外面咧做装潢的会友，倒来斗顶起来吼。第三个部分就是咱即马咧使用的。有人甲咱讲，哦，恁教会菜两支两条吼，我讲毋是啦，迄是上帝这段的意思。咱遐这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咱再来看，这是头咱的后壁，咱的主日学的教室，有真侪囡仔回应吼。我昨昏咧甲阿珍看这相片的时，阿珍就讲，哦，遐足侪蛇。有影咱教会迄个所在较早足侪蛇吼，这就是另外一边吼，就是为遮看去的吼。咱有一个篮球边仔，遮是阮的晒衣架吼。我定定去探访会友，暗时转来的时阵，开伫遐咧收衫的时候，哎哟，涂骹即网是啥？我只甲跳过。跳过迄只阵咱蛇过，真正吼，迄个时阵有足侪真趣味的吼，上帝保守。过来，咱去咱的教育馆，过来咱来看啊，有的人无爱看即张啊，但是我要甲你讲，即张相片吼，我足爱，因为即张相片内底吼有足侪上帝奇妙的作为。阮来时阵，即间相片内底，即间厝的内底吼，已经废弃啊，就是伫边仔遮，就是咱即卖的副堂，已经废弃啊。吼，内底有足侪真奇怪的物件，有互放符啊，有迄个放红线的骨头，吼，咱叫师傅来咧拆的时阵。迄师傅跳了，逐个吼跳咧走呢。啊，牧师，恁遮互人迄落？我讲毋免惊，吼，扫帚摕甲扫晒，甲烧掉吼，就甲烧烧咧吼。真正，迄对咱无影响啊。迄款物件对咱有影响。咱要诚做啥物基督徒？咱为什么要惊伊？咱的心中的检是比伊较大。好。然后这个所在拆掉啊，这个通过就是遮啦吼。迄个时阵，牧师的哥哥伊是咧开景观公司，因为团队来甲咱做一个足水的花园吼，足水的花园。后来咱的会友将因种的树啊，摕一挂来教的，哇，这树啊拢大丛啊！这树仔上后壁迄丛是一丛足好食的灵应，但足可惜，咱咧去副堂的时阵，吼，即丛灵应阵倒落吼。后来咱去副堂，这个是咱的副堂，就是咱即马咱的边啊。过来，咱的大门，阮来时阵，咱的大门就是安尼，我充满笑脸吼。伊的迄个门是一个迄个拉门拉起来，有一日我足无闲伫外面，我甲囡仔，迄阵牧师伫美国咧读册，我甲囡仔锁伫内面，我无闲了，转来我开车吼，可能嘛爱困，阵吼直接为迄个门安尼种开入来，迄个。迄片吼，迄片拉门准伫我车的面顶吼，阵带我入，对面迄个严先生走来，伊甲我讲，迄个老师，你退后啦，退后，我就搁退后，我就讲，哎哟，惨啊，较会甲迄个门夹起来，上帝足祝福的呢，我退后迄个门拄搁徛倒转来吼，我哎哟，较感谢主，知影我伤忝嘛吼。嘿，这个门常常互我笑脸，真趣味吼。过来，咱的教会后壁教育馆
咱的大门。渐渐，你甲看哦，咱还无护长，咱的护长要走出来啊！上帝阁祝福咱，互咱有护长。但是咱教会若要翕全面的吼，爱为伫暗时较无车，所以咱为对面翕过来。咱有总路，有咱的教会上后壁吼，遐是咱的教育馆。咱遐个姊妹一路行来，上帝才会祝福。才会稳定。我安尼，我伫36年的中间，上帝一步一步听咱，为咱完成。咱看了，是毋是心中充满着感动甲祝福？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当阮搁一遍看见阮过去所行的路。主，阮何等的爱你！你知阮的含慢，你知阮的需要，你知阮什么时阵爱去倒一间厝，你知阮什么时阵爱确定你的礼拜堂。当阮行到教会每一个角落，阮所看到的拢是充满稳定、感谢以及甲学乐。主啊，硬体设备。你互阮一直进步，阮必须爱问：阮真做伫这个祝福内面的人，阮的灵命有进步无？阮的教会的事工有进步无？阮要安怎行？伫阮领受着遐济祝福的时阵，阮要安怎真做你荣耀的囝儿？恳求主教阮、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将你的祝福代代显明出来，互阮的子孙，互阮的每一代，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因为遐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你就知影牧师今日讲题要讲祝福吼，祝福大家拢知影啦。但是，咱搁转来。看圣经安怎讲祝福吼？圣经讲祝福，伫创世纪49章25节，伊讲祝福是啥物？上帝全能者的上帝，伊要甲天顶的互你，伊要甲地面所稳重的互你，伊要甲生甲养的祝福互你。伊才咧讲是啥物意思？伊是要甲你讲。上帝为天而来祝福，是上帝保守，上帝疼痛，上帝怜悯，上帝要互你，因为伊有勇气面对代志，上帝要因为伊互你有力量，有平安。咱若要吼更较详细吼，等下我甲恁讲一位，恁当时爱认真读啦吼。伊讲地面的祝福是啥物？是咱的物质，是好的物件。上帝要甲遐好的物质的祝福要互咱，搁来咧，生养的祝福是表明代代一直生团，一直生团，你每一代拢会当领受到上帝祝福。若是安尼，这个祝福也毋是真好。你若阁无清楚吼，咱转去读《生命记》28章，伊记甲足详细吼。我的祝福就是啥物啥物。内底我上爱一句，我相信恁定定看到我咧祈祷吼。迄句咧，我要互你出来得到祝福，入来嘛得到祝福。含慢的人需要上帝祝福。我头拄已经甲恁讲过，可能咱内底我上含慢，袂晓煮饭，讲话阁足直咧。我的头脑无装牧师的好，吼，扫涂骹手无力，走嘛走输人，足爱种花，但即马久袂落。但是我确实上帝听我确实上帝祝福伫我的中间，伫我的生命的内底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。伫
伫圣经内面一开始，上帝祝福毋是单独讲出来哦。上帝伊无一直甲你讲我祝福你，上帝佫甲你讲一项，我嘛要刑罚你哦，我要甲你惩罚。你是我拣选的囡仔，你若无照我的话，照我的诫命，我绝对袂安那。伫你有罪，甲你当作无罪，我绝对袂放过你，我绝对要安那甲你讨哦。迄个讨足恐怖的，讨一代无够额，讨两代无够额。圣经讲我要甲你讨到第3代、第4代。太遐恐怖咧！若是安尼，咱基督徒到底要安怎做？咱基督徒到底要安怎认真来领受到上帝这个祝福？伫我读大学的时，我看一篇杂志，内底一个人伊写讲伊咧见证，我想哇，这个人较会晓见证。伊讲伊信上帝安怎好安怎好，讲到尾啊，伊讲伊毋敢信上帝，因为伊的上帝刑罚足大的，人袂使对上帝凊彩，人袂使对上帝随便，所以伊惊吓，伊毋知影伊要搁信上帝无。了兄弟姊妹，当然爱搁信啊！伊迄篇文章嘛带予我足大的反省。哇！上帝若遐尼歹，上帝若遐尼歹，我敢要信上帝？了兄弟姊妹，上帝真歹，但是人拢毋惊伊呢。咱详细来看，人拢总毋惊伊，毋是拢总啦，一定一部分。我惊上帝，我相信你嘛会惊上帝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伊会毋惊上帝呢？今日咱来教会，是你要来教会时，你用什么款的心情来教会？我常常吼，你是我细汉用什么心情去教会？我细汉足爱去教会，因为阮兜的生活习惯是。阮会买做礼拜穿的衫，阮若出去要去买衫，拢人讲，阮要买做礼拜穿的衫，意思是做礼拜，阮爸爸会互阮穿新衫，所以做礼拜阮足欢喜的，阮穿新衫。阮爸爸讲，人爱用上水的面去见上帝。我的爸爸嘛讲，你爱用上新的钱奉献予上帝。所以我到即摆还佫有一个习惯，我过年时一定换一大堆100块的吼来做我的奉献。你爱甲上好的互上帝，上帝嘛会将上好的互你。了兄弟姊妹，这是阮爸爸对阮信仰的教育。检查恁会使无安尼做嘛袂要紧，但是咱的教会，他拄仔咱看上帝遐尼大的祝福伫咱的当中。咱是上帝的人，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听？咱要安怎来领受上帝祝福？其实无困难，其实无困难吼。这等者人再来讲，基督徒。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基督徒还佫有一个法律，你绝对爱遵守的，就是上帝的法律。有人毋知影上帝的法律是啥物，所以我今仔日吼提一个上界具体10条界，就是上帝的法律。上帝有对立旧约，伊就规定10条界，伊的百姓拢总爱遵守。咱做伙来读。第一条是啥物？第二条爱讲戒啦吼。第3戒，了兄弟姊妹，
毋好甲上帝的名摕出来黑白讲，嘛毋好甲上帝话黑白讲吼。上帝话爱真足听，真足受，袂使用上帝做你滚生笑吼。来第4个戒。第5戒。所以吼，有基督徒伊无清楚，有人讲啊，恁基督徒吼无友好吼，无咧拜爸母的迄落，无哦。咱基督徒吼真重要，就是咱来孝敬咱的老爸，孝敬咱的老母，这是咱的上帝的法律内底所规定的。第6戒。你可能想讲牧师，我袂害死人，但是即句话，上直接的解说就是讲，袂使对人存歹的想法，你袂使对人有歹的想法。第7个戒，哇，这男女拢爱足注意的吼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戒。第9戒。第10条戒。两兄弟，这字是伫旧约摩西的时阵所刻伫石板的。伊迄个时阵，人的财物、人的物件，上界普遍就是人的奴才啦、人的牛啦、人的等等这精神，迄拢是咧表明人的财产。咱若要开始看，为第8条戒开始，毋通偷摕。第9条戒。真简单的讲，就是讲袂使咧讲白贼害人。第10条戒，袂使贪心，你绝对袂使贪心。两兄弟姊妹，咱感觉讲这问题拢无存在伫咱的中间，咱敢讲无？上帝啊，阮的教会拢总无食的，阮的会友拢上界好，上界敬虔。无啦，我要甲你讲，即内底，咱的会友拢伫即内底，包括我家己，咱拢伫即内底。毋通偷摕，对伫上帝物件绝对袂当偷摕，特别是人上帝钱，你要足清楚的。教会物件，你嘛袂使黑白使用，还是想哇。这撇人吼足好用，我摕来阮兜用，有哦。咱有做者康宁餐具吼，迄个时阵咱买，已经互搬转去啊。咱嘛有较早有买一个真好的锅子，哇，这锅子足好用的，我摕转来教会用，有哦。咱有会友摕转去哦，毋通偷摕，但是伫咱的中间。拢一直发生细条、大条的，上大条，最近大解决掉。毋通做假的见证，对，你毋通讲白贼，去害人。你嘛莫贪心，哇，贪心足歹治咧。圣经讲贪心是啥物？万项罪开始，对你开始贪心。你就开始犯罪，偷摕、贪心、讲白贼，咱看起来哪像上普通，哪像就安尼啊？这真济啊！有个人感觉伊也无来偷摕着我，伊也无对我安那，但是两位兄弟姊妹，伫咱承受祝福的内面。这拢总是咱的主动，为今日开始，咱爱警醒，
伫上帝厝的内底，咱毋好贪心，袂使偷摕，袂使咧黑白讲话。了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咱会祝福，上帝祝福，要一直伫咱的教会，互咱来承受，互咱来承受。咱来看，咱搁倒转来看，祝福吼，上大的主动是咱家己。上帝要黑白刑罚人，上帝伊真严格。但是伊一直互你机会，一直互你机会。但是，什么人袂当领受到祝福，是咱家己呢？才甲咱讲啊足清楚的，什么？咱的私欲，互咱渐渐变歹；咱的私欲，互咱渐渐变歹。伫咱的中间。咱有偌济人愿意互上帝改变？咱莫讲咱讲我有偌济愿意领受互上帝改变，我的祝福就要临到我遮。上帝祝福会透过上帝话、圣经的教师来甲咱讲。弟兄弟姊妹，伫我这个年纪吼，我足贪心的哦。但是我是贪心上帝祝福，我逐日吼认真读圣经，若去读到上帝讲要安怎祝福人的吼，我一定甲伊写落来。还有足济吼，我毋捌看见呢。到今啊，我要讲，我逐种版本的圣经拢读，我一年才读一遍圣经，但是到今啊，依然有足济祝福吼。头一次发现，我总欢喜应该抄的。哇，原来上帝伊会安尼祝福人，吼！我伫遮无要甲大家分享，恁家己转去看，因为逐个人需要祝福拢无共款，恁家己转去找吼。恁若讲牧师我袂晓找，《申命记》28篇一开始，上帝祝福就记载足济伫个遐，也阁有。上帝祝福伫伊遐族长咧讲祝福的言语内底，你拢会当去找着。哇，这祝福何等的好，何等的水！咱的教会有一个已经过身的姊妹，我头一摆去因兜转来，头壳安尼啪啪啪啪，因为我伫因兜坐2点外钟，拢咧听伊。讲人看因无，伊足善的，因的亲情安怎欺负伊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一遍无够呀，佮饿一遍，所以我转来头壳拢安尼，我就开始准备好，我若佮去吼，我绝对无爱互伊讲，我要先讲，所以我就佮去。啊去吼，伊拄仔伫田边，啊我行去田的找伊，伊就讲吼，牧师我足歹命，我做这个田吼足歹命。我讲请问吼，啊你安尼，我遮大片，这遮大片5-6分，无啦7分外，我足歹命，吼。我讲，你若7分外的田，你也互人来甲你斗做啊！你家淡仔做，啊你歹命，啊你顶回甲我讲你足善的，拢互人看无，吼！啊我讲，啊我连7分田都无，我都袂感觉我善呢。我讲你足好业呀，吼！你毋通一直想讲你足善的，人拢看你无，啊我就转来因兜坐落。伊就搁要开始讲的吼，我就开始讲吼，我今日发现你的秘密，你足好业呀，吼，你参教啊，安尼你有啥物通好埋怨？
牧师你毋知啦，阮迄个查某囝安怎开始埋怨伊的囡仔，吼，我已经拍算讲，我今日一定要甲伊吼，要甲伊讲落去，我互伊埋怨一下吼，我煞头壳阁足戆的，我就阁倒转来，我就讲好，我第3届去吼，我就炸圣诗、炸圣经，要甲伊读。啊，坐落去的时阵吼，伊会甲我讲：“牧师，我毋捌字，哈，牧师，我毋捌字啦。吼，你免叫我读圣经吼。啊，我去礼拜堂，恁咧唱迄吼，我拢听无啦。吼，啊，牧师啊，你敢知我最近吼，佮开始啊，伊佮开始要讲，我着犹原佮互伊讲，互伊讲我欢喜啊。等伊讲了的时阵，我讲我甲你教，我甲你教，你毋捌字，你袂晓读圣经，你毋捌字，你袂晓唱圣诗。但是为什么上帝拣选你做基督徒？为什么你愿意洗礼？是迄个时阵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经你，上帝经你，一定上帝要帮助你的。我甲你教一句话，伫圣经内底的话。我讲你即马开始对我念，上帝是我及时的帮助。伊讲啥物事？讲哇，即款圣经的话伊听无。我讲好，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，安尼就好哦。我讲嘿，你紧念，你念互我听。我甲教伊讲，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。我教一下晡吼，嘿，我甲伊伫遐拔河，因为我讲啥伊就搁拖笑。但是我到尾啊，我叫伊连续念3遍互我听。我讲吼，你若遐个，互你足艰苦的遐个物件走出来，你爱叫上帝甲你帮助哦。你爱讲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，上帝就要帮助你。那有影哦，较好用哦。我讲你无甲叫，你较会知。你甲上帝拜托做你的帮助。伊讲好啦。哇，足辛苦吼！探访遐久的时间，总算甲一句上帝话甲伊讲。迄年风台了吼，伊来教会找我，吼，伊讲牧师，吼，袂歹呢，你甲我教迄句袂歹。我讲安那？伊讲吼，迄风台我会产的积水，我去掘迄残花。按做世人拢知吼，爱甲伊掘开，互水流出来。伊讲我一支骹摆摆，我要掘无力，我的囡仔阁无人转来。我着吼讲上帝啊，你爱甲我帮助。伊阵掘落去，伊讲掘落去吼，迄水阵冲过。哇！我毋知影好用了无事。上帝真正我随时会帮助。吼，伊咧讲的时阵，目睭金死死吼。已经无较早咧讲遐个歹代志、无好的代志时，伊目睭拢看涂骹。啊，牧师啊，你毋知啦。但是伊咧甲我讲上帝对伊的帮助时，伊目睭足金的，伊的生命改变啦，伊的生命改变啦。我搁带伊祈祷，然后转去。我头一遍看到伊。欢头喜面咧，甲我讲话，这就是改变。你兄姐，当咱无拒绝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中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得到新的改变。这个改变的后壁面要带来上帝的祝福。伫希伯来语内底，祝福甲礼物啦吼，礼物。是同款的一句话，上帝咧讲祝福，讲我要互你一个祝福，就是讲我要互你一个礼物，我要互你一个礼物。基督徒的幸福是，我当时拢会当摕到，我随时随刻我拢会当摕到，因为我的上帝遐尼疼我，只要我互伊的话改变我。旧约一开始，伊讲受上帝的神感动的人。
爱成做新的人。了兄弟姊妹，其实新这句伫咱的信仰内面，上帝一直咧甲咱讲，咱爱成做新的哦，爱成做新的哦。互上帝感动的人，爱成做新的人。新的人后壁要创啥物？伊讲要领受上帝祝福。我今日无秀出来了吼，因为我要互恁当下家己去献，伫撒母耳内底，恁家己当下找。迄段经文前后拢足好读的，吼。你讲牧师甲我讲下卷还是上卷啦？拢总有，要读好照，上下卷拢读的吼。嘿，但是上帝就是遐尼奇妙。但是，咱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吼，承接上帝恩典甲祝福，咱嘛足拍拼，要甲这个祝福传落去吼。咱去年出这3本册，迄外面的人来甲咱讨足济吼。你讲上帝话，我足歹记呢，牧师我袂晓背呢。来，咱有一本特别要互汉万记的人来记。这本册叫做《默然爱我》，这是一个先知做见证讲，上帝点点咧听我，上帝伫我的边啊。我以为伊无存在，但是上帝却是我的逐项代志，伊拢知，伊拢保守我。吼，默然爱我吼，伫西番雅书内底，这本册是特别编的，甲上帝话编做足简单记起来。我头前说明，我不管我用天主教的版本，用迄个新约本的版本，还是用和合本的版本，反正若是读会当足好记的，咱就用迄句话，咱就用迄句话吼。内底足简单的，你若讲哇，牧师，我无啥会晓读圣经，来，这拢是祝福吼，这拢是祝福。这本册就是将上帝祝福改变做足好背，像头拄仔咱迄个老姊妹，我毋捌字，但是伊会晓背。上帝是我随时的帮衬。你敢知伊到尾啊？甲几啊届了，伊换做上帝是我上好的帮衬。伊咧甲我讲的就讲，上帝是我上好的帮衬。伊去手术的时阵，去病院我甲祈祷，我讲你会惊袂？伊讲会啦，但上帝是我上好的帮衬。两兄弟姊妹，这本册摕转去背。你看咱的教会偌听咱的会友，这本是要互咱放伫咱的包包内底。你坐车，你无聊的时阵，你就摕起来读一下。哇，这内底咧甲咱讲啥物？讲上帝应允啥物？上帝应允哦。上帝上欢喜的代志是啥物？上帝上爱咱做啥物代志？上帝上爱咱做啥物货？最后。上帝伊爱咱基督徒有倒死的品格，我惊咱袂记咧啦，拢该出伫遮。上帝爱咱是安怎？追求良善，常常喜乐，搁来2项，咱有想到无？上帝爱咱做的，追求良善，常常喜乐，第3项啥物？较大声咧。不住的祷告，上帝爱咱一直祈祷。最后一项，上帝爱咱安怎？凡事感谢。咱拢真熬袂记，我嘛定定袂记咧。所以这个册我拢放伫我的边啊。最后这内底有写一项，上帝上界厌恶的代志，上帝上界无爱的代志，就是上帝绝对袂祝福你的代志。我写伫遮吼，俺写伫遮。这种较简单的，但咱教会，咱阁出一本《幡然取水》。幡然取水，水就是那个上帝恩典的，这是一个先知讲的。我要伫上帝的面前幡然取水。咱甲圣经，这是咱的会友一遍
家己咱投稿的有无？我叫咱伫个咱的群组写出我上爱圣经节，咱家编做一本册吼。咱教会有这3本册，印甲真水吼，外面的人有真济来甲咱索取吼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咱甲咱会友讲，互别人先摕。啊，即马吼，请恁甲干事摕吼。啊，若是常常摕拢缺货啦，吼。但是咧再版真紧吼，因为这已经咧再版吼，也马上去执行。咱内底这本册是上界特别，就是甲咱的胸章拢放伫遮吼，啊，佮用咱的胸章做咱有足侪迄个内底的插图。这是咱教会的努力，嘛是咱教会的使命。咱兄弟姊妹，既然祝福的主动是咱家己，请咱帮助咱家己，互咱家己去承接着上帝祝福。牧师讲伤济，你若无愿意改变，你嘛是摕袂到祝福。但是牧师会当甲恁报这条路，互上帝话改变。当你面对着困难时阵，你找上帝话，把迄句话变做你心神换心，互你有气力、定心来面对。每一个改变，拢是一个新的祝福。伫旧约的开始，讲，互上帝神感动的，爱成做新的人。你敢知影？耶稣一出来传道理的时阵，耶稣一出来讲道的时阵，耶稣伊就先讲，咱来看耶稣伊安怎讲。伫马可福音第2章哦，耶稣拄啊传福音的时阵，耶稣就讲，无有人甲新布补伫旧衫，吼，嘛无有人啊啦，甲新酒放伫旧的皮囊，因为旧的皮囊迄个旧皮顶去，新酒会发起来，然后迄个皮囊就破去啊。新布补伫旧衫面顶，伊安那新布会甲旧衫呐拆离，会破搁较济。伊遮咧甲咱讲啥物？你若是永远拢做旧布、旧衫、旧皮囊，永远拢甲家己顾掉咧，我上帝无法度，我安怎，家己一直伫你家己迄个旧的家己内底，上帝的话，你无法度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空愈破愈大空，迄个祝福来，你嘛毋知影迄叫做啥物是祝福。所以耶稣甲咱提醒，讲咱爱诚做啥物新的观念、新的祝福，若是上帝话入来，你的心神就要换新。以前我毋知影，但是我即马知影，我安尼做，上帝无欢喜。我已经70岁啊，上帝啊，我若即马改起，你要听我无？上帝讲袂啊，我咧听候你随时改，我随时拢听你啊。那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听就是安尼，咱毋好甲上帝的听当作凊彩，互咱成做新的人。我常常咧想吼，我70岁啊，我要安怎成做新的？我要食新的物件，我要去佚佗我毋捌去过的所在，我要穿新衫，吼，我想足济新的物件，这上帝拢祝福我。但是上个重要的是，我的心，我的讲话，我家己爱调整，换做新的。我的大汉宝贝查某囝最近倒来厝，甲我做伴吼，因为伊的骹受伤，伊甲我讲出来一个我的缺点。伊讲妈妈，你有一个缺点，你真够安慰人，你听惯死人啊！你讲迄无好的，
你听惯势会友甲你讲一寡足负面的无好，啊，你就开始甲安慰，你就摕圣经的话足积极的甲伊讲。但是你的问题是，当人咧甲你分享足快乐的时阵，你袂晓甲人分享快乐的，你会讲讲，你要注意呢，迄无定吼，啥物货？这是妈妈你的缺点。我说，真正的吼，真正的呢。我较会伫人足欢喜的时阵，我袂晓甲人，我袂晓伫遐，我袂晓找着上帝迄个较互我欢喜的祝福。所以我就开始讲，我找到一个方向啊！我今日要改变，我要伫人欢喜的时阵，安那，互人增加更较侪欢喜。吼，我要伫祝福的内底得到更较侪祝福。我要伫我年老的时阵，改变家己，互家己更较侪新的画面。这拢是上帝对咱的仁慈，甲对咱的疼痛。你兄弟姊妹，当我安尼祈祷的时阵吼，我就看到一个足水的物件。我真爱花草吼，人为山顶乌两丛球姜落来互我。伊乌落来时阵，还佫有一寡青叶啊，无偌久，即两丛细细丛的球姜拢烂去、打去。我就想讲，伊敢会死去？但是当我学习讲，我要开始找新的，我要互我真做新的，我要得到做些新的祝福的时阵，即站落大雨了，迄两丛的树叶啊，拢开出来啊。上头啊，甲芝麻共款，足细。我发现时，我就足欢喜。我就行路梨啊，甲食，我就甲囥互伊悬悬。逐日咧看叶啊，一直大，一直大。兄弟姊妹，一个新的祝福入来，亲像树叶啊，安怎青翠大起来，展现出来。但愿咱德堂教会会当，互咱的每一代拢会当领受到这款新的欢喜，甲改变的祝福。这是咱的责任。咱这代生伫上帝疼痛咱的内底，咱这代有经验过教会艰苦、辛苦，大家三经起来迄款的困难。咱的下一代，伊要承接咱什么货？咱的下一代，伊无参与伫咱的艰苦的内面。咱的下一代，伊伫社会变化足紧的冲击的内面咧成长。咱要安怎对咱的下一代来甲因讲？恁要安怎伫咱的教会，互咱教会诚做向前，不断领受祝福，爱为咱开始。咱爱甲新的画面，互咱的下一代看到。咱爱互咱新的改变，互咱的下一代看到。咱爱甲咱的下一代讲，上帝话是更新咱的困难。每一届吼，迄手机定跳出来更新，什么什么。手机啊、电脑定咧更新，咱嘛爱更新。咱要用什么更新？上帝话来甲咱更新，互上帝话改变咱，互咱的教会诚做承接祝福，一直落，一直落。上帝祝福毋是到咱为止，上帝祝福会到千亿、惠安因这代，会搁到因的囝迄代。因为圣经一开始就甲咱讲，你若愿意成做新的人，上帝祝福要伫生甲养的中间代代祝福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听阮天父上帝，当阮咧讲你的祝福的时，阮的心中充满着讲袂了的感谢。阮知上帝，你疼含慢袂晓的人，因为安尼，
阮会当看到你的气力，阮会当完全倚靠你的话语来做阮改变的气力。恳求主将新佮改变的气力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每一代承接改变的勇气，领受新的气力，荣耀上帝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